好，分享收看出名大会，我是王小 K。两下呢是早晨8点到花莲嘅60山，乡亲朋友看到了三排，係唔係真經非常安靜？冇錯個，當然都寫到東到觀光遊客來到兩大波，因為兩府里嘅60山係全台灣有名嘅金針花山體哦。不過呢，也因為佢係土里嘅山頭，所以觀佢雖然熱切度唔辣。按當年咧，花蓮縣政府雖然講有心為推動觀光，不過山當嘅生活也一直受到了民生用水唔辣嘅安個問題了情況哦。到底花蓮縣政府都按當年前開始推了觀光，也有撒了個池內水設施麼？有，不過有效麼用辦咯。所以呢，基本安尼出面大會為來到兩大波，我強下來大家來關心那個問題就係講，用辦了三條推行了觀光按當年，還有生產經濟嘅產業，用咗了水源嘅問題，以前冇辦法得到最好嘅解決，問題都出到哪位，有可能解決麼？安尼出面大會基本上求大家強下來關心那個議題，安尼兩批去到討論現場。開會了！大家聽你講條來到出面大會了下嘅討論現場，因為了下來到了主天春嘅包種移民廟，真正係安靜嘅素材哦。兩批為大家來紹介基本參加討論嘅裏邊，第一位安尼紹介呢係花蓮縣嘅副縣長蔡雲峰，蔡副縣長早。阮福利鄉嘅鄉親吼，大家早安。歡迎副縣長，第二位裏邊呢紹介係福利鄉嘅鄉長王林蘭峰鄉長，你好。福利鄉親，大家好。歡迎鄉長，第三位裏邊呢，佢係60山兩個金針代表嗬，台灣金針協會嘅會長馮兆我，馮會長好。安尼福利鄉嘅鄉親，大家早，全國嘅客家朋友，韓國全國收看也出面大會嘅朋友，大家好。歡迎三位來賓哦，呢現場呢也有來到咧兩個民意代表有冉依然到咧現場的關心為大家紹介，你係潘福明、潘依然，你好。客家紹介呢係翁冉妹、翁依然。好，歡迎大家吼！當然現場看到錯到嫩都係安尼兩個客家鄉親，還有真見到60山來講，仲係農民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講到了60山嘅故事講唔會說咯，因為佢有講有提供嘅故事性，不過呢，叫拄到呢啲問題，人擺到用上發展，沒有嘛咁情況而來解決，也就安尼出面大會基本來討論嘅焦點。到正式嘅討論之前，安尼先同大家來看一段新聞樣片，來了解一下60山嘅困難。來到福利60山是也同好，金針花為何摘咧？準備要搶別網，唔過強調來群類，用個入耳找到維繫。今年天氣幾多？中度啊。落雨？冇咧。啊，鬧落雨即係金針啊，冇遐尼歹啦。往年也是這潮鹽季要落水咧，唔過今年熱天到急，30的水都冇。這兩年呢，天氣異常哦。大擺到遐都攏是冇死別水嘅，所以講遐應該曬到金針都曬到強樣袂冇舒心嘅。空度染度嘅噴水器，本單度天混世界潮鹽季發揮作用，唔過大塊類實噴冇水，天然光線一路行，發現沙溪早就落扣咧，就連最基本調水嘅水管沒落體咧。全長有3.3公里，6個加壓站，現在是停擺的狀態。為什麼停擺？現在有些水管都已經斷裂了，然後呢，馬達也有些燒掉了，電線也不見了，有的被偷了這樣子。會派減有2000公尺嘅60山係一座土立嘅山頭，雖然本單就唔辣，認真種植老觀光過後，用水量增加東多。早在民國95年，縣政府就實體了2000萬元，設立池內水設施的營業，不過問題東多。因為它這個管子太大哈，它抽水的力道要很大。因為當那個水沒有在抽的時候，它回沖的水的力量很大，容易把馬達燒壞掉。莫打緊固重，但強有抽水老運輸設施也冇好，雖然管道15度，種了7、8年內，但強2年法規有用到體，缺水就一起係山當農民嘅痛，水太嘅問題。每年金針花期大家都缺水，有些人就是說在
金针花季之前就会储水，那还有就是靠雨水，好啊，再来就最糟糕的就是载水。提倡大力推动禁止法规过后，62年大约有40万人参加就学了。山东不但像总禁止，还有米酒、有春汤。除了灌溉，大量嘅民生用水需求都係考驗你農業到有限用水嘅可能性。工廠實業不良係講摩圖最關鍵嘅維數去規劃，也冇建立環境輕鬆運作嘅組織與管理，驚怕難擺，大家還會繼續缺水下去。经理部托你看到农民说了哈，最惨的就是还要到山下载水，是不是有实际这样的经验？我先问到这个在场现者，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刚刚影片介绍哦，这个真的在缺水这个枯水期是要到山下载水，这个状况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吗？对，这是我亲身体验过了哈，因为比如是去年，其实我们一直每年都在缺水，然后每年都有在申请。然后呢，因为政府也很重视，但是到最后都是无了了之。这状况维持多久？这用水的困窘？那时候其实超了半个月左右了。哇！还好是最后有下点雨下来。是，所以这个把事情才解决掉。问题到现在可能都还要到目前还没有解决。载水来解决。好，先谢谢你做的这样子一个分享。田中你个又总农民总进这个农民朋友哈，请问一下哈。山东缺水对你有嘛个影响？今年你种缺水吼，你种了下就观光的问题嘛。你种平常个都，因为冇水好用啊，就是当时连洗衫的水都学生都用，你莫讲啉菜啦。那是讲嗰下万豆，你也讲係真緊，攏冇水就冇沖起下來，我哋就冇法度生活啦。係啊，本來係是落水，不過天做水你又唔知有冇落水時間，你就即刻要囤水嚟用冇？要囤水啦，不過水庫唔大啊，你咪冇水源啊，你從頭擺吼，我哋做嘅，從今年我顯示我一家還有2隻水庫啦，不過2隻水庫200噸嘅水，最多半年半個月。就用睇咧啊，用睇咧就冇咧。尤其吼，不過頭擺做水庫嘅時間有冇？頭擺還冇按到限制，不過你哋行你做水庫，你當到有發電嘅問題有冇？因為牆冇好牆啊。所以你到山東嘅農民，你個用水嘅來源，你下還冇辦法靠停下來，又冇水好用嘛吼。係啊。好，感謝你。然後農民講啊，佢到辛辛苦苦種出嚟見證，你個產量減少吼，要前途未有吼，你係心肝跳嘅痛啦吼。我也請問一下，你個線上。跳好，你看到了樣片，其實你透過軟政府也有做這個簡易自來水設施，有啊，有做設施啦。不過用辦那個農民朋友缺水，還嚴重的問題哈。現在有很多種情形啊，第一個就是我們的天災啊哈，就是風災會把這個我們的那個設施打壞掉，對，打壞掉。然後過來就是人為因素啊，那人為因素的話，就是說有的人會去偷我們的那個自動抽水的那個設備，還有水管也會破裂，然後那個電線被人家抽取掉，這樣子。沒有人管理維護嗎？怎麼可以這麼猖獗？因為那個是在黑暗部落那個比較少人去，這樣子啊，而且裡面的住戶比較不會去看到，因為那個距離太遠了，所以說很容易偷。好，那個簡易自來水設施好像95年就做好了，這樣子用起來到現在是不能用嘛？哈。從95年到現在103年這樣子，我們總共只有2年有用到那個水，其他的都沒有用到。所以就看得到用不到那個水源，看得到用不到。剛剛朋友講的，大部分都還是靠載水跟自己出水。對，是哈。好，非常感謝你。待會還有問題要繼續請教你。不然總愛先會請問你哦。你63上去開發開墾歷史啊19的啦吼。你讓政府啊有開始推動你提供灌供，你全台灣總共都你印象嘅產氣啊，63已有名啦吼。不過有奇怪嘅就係講，你還有推灌供為推你個農業嘅產氣吼，有冇水？你大台讓政府，你看到你問題，你個簡易的自來水嘅設施，做啲授本好內麼？提供水不給你用麼？主要是水源啦，你講設備種好，你冇水源，設備都冇用啦。現在水源頭不是在黑暗部落那邊找到？黑暗部落地北，他們要透過居民會議那個部落會議啦，部落原住民的規定，原住民基本法的規定，要透過部落會議的同意，所以我們的水源。一擺去未簽好，他們講好咧，簽未準備好咧，但是部落會議不同意，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是。啊，听我谈，我人政府个林科长，佢听人我讲，我落落个，佢讲佢到前几日咧，知道做筹门员呢，是。有到黑暗部落诶，佢的会议呢，在协调和沟通。哦，他们现在原则上，有佢都来签水烟，佢都同意做。假如这个黑暗部落的这个部落会议同意我们那边拿水的话，我们会很快去规划去做。该向总爱抢问，忽然讲你还欠水淹，不过简易自来水设施早就盖好在那边了，表示其实已经在取水，过去有取水的事实。可是现在是设施设备已经不完全，无法正常供水。两问题系咪就做得现在涨好嘞，涨做得恢复供水？因为在这边哈，就是我们这个自来水系统在102年的摘修复建的时候呢，我们在102年7月3号。就已经完工了，那并且在今年已经完工验收完成，那就是这个系统目前又遭到不明原因的破坏，就是刚刚村民哈有讲，就是被电线被偷了，那水管被破坏了，这一个部分哈，那因为我们公所目前我们财政所有的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财政比较拮据，那我们没有办法去支应这个部分。那在这部分呢，就是要仰赖县政府在这边再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挹注。好，感谢向总。会总爱请问，其实吼，了个沙市为就陆续顺回出体，又因为个破坏之外，以前吼，这个尺寸方面的规格是不是一开始设计没有那么的适当？重新去改莫打，反复故障，结果后来无法供水，慢慢的它荒废了之后，当然人为破坏也就跟上来。迄咪拄了个工厂设计个烟挑部分就出问题，你就拄善当安用管理安用困，迄咪了个啥事会改一下，係唔係安用？两个解说一下哈，因为当初时间人政府佢就预算讲，你善当一年就30万到40万以内时间，所以讲佢就伊拉设计都设计我们。3年、5年後我嘅預算，所以講唔係記得設計不了，係認真吼，佢設計咁嘅管線吼，都預算，你限排就按當然，吼，茫啲你嘅水源特別攏認真天災破壞，所以講吼，我到研究你設計落去之後，人會漸漸去感覺到你運用上吼、運作上嘅困難一樣。然後動物資金吼是講，你做水源第一隻青島水源，第二吼，你嘅水源吼，甚至因為前前420棟嘅水田，因為佢吸引住嘅水源吼，一下手佢就走太去，所以講吼，你也就是講，最簡單嘅就講，先去一隻100棟嘅水庫吼，先搬去度，跳擺做一抽10分鐘，你也做一抽1點鐘，吼，你啊安樣會加論住下台，吼。所以暂时可能这个末端的维修和唔是按急，是会让那个水库走好嘞哈，长做咧恢复供水。我现场看到了王议员，你让你好，我请问一下，跳过跳下副院长也就讲到，那个解决了问题，可能水源跳该部分的课题，还看那个水该啥事要的课题，你啊系唔系读了？你个黑湾部落他们的用水的水源头地区，可以盖一个100吨的水塔。先让它的供水的系统稳定，再透过它的管线慢慢的送到山上。这个部分目前谈到现在有新的进度，可以跟我们说明一下吗？了水源吼系有啦吼，人政府咪统计吼，用80万去做水库。不过水库的个种个体缝啊，系黑暗部落原住民个原保地范围里面哈，所以记得讲原保地的范围里面哈，用原保法，你是不是挑讲唔限按原因哈去种？你若去种水库，经过部落会议同意，是。不过人政府讲吼，你做的原地重建也不是大兴土木，只是做一个蓄水池，冇让响到任何的这个土地，也没有任何的风险。不过记得吼，吵闹了，讲人政府冇沟通，没有沟通啦吼。乡公所咪冇讲啦吼，所以冇遵从记得原住民的建议啦吼，所以记得极力反对，在我们黑暗部落就要按照原民法吼，第21条来处理。不过初步因吼，一直沟通协调嘛，有结果。所以初步经过黑暗部落的部落会议吼，是。达成协议，就记得去找水源，让我们去新建100吨的蓄水池哈。你人政府今年发900万哈，为了留花留客哈，问全台湾甚至世界的人来观赏我们的金针花的美哈。是，伊若冇水哈，
卫生也好，这个反正一切都不方便啦，的确是这样。就挑战给班总讲吼，记得某需要去载水，差啦载费体咧吼，某存钱用办载水，所以就讲根本解决办法，就是说你原住民的部落会议决定讲，记得清水烟，啊个好好的水烟就得改，提放袂得改，签美就咧，拜托人政府乡公所真的拿出这个魄力，你若讲真正用原住民21条的法律的话，花莲县属于原住民县，什么都不能做了。好的，我们谢谢了，知道议员的意见。我们今天很感谢黑暗部落也有代表来到现场哦，针对这样一个用地的问题那水源地的取得，好像我们这边有一些初步的讨论的结果，我可不可以也把这个发言的时间交给你？因为当初在试错之前，因为没有当地人，就是说在公务部门在试错之前的话，就是马上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从报纸那边知道。我们当地人就是说你在做施工的时候，必须要知会我们，是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现场的部分哪边可以盖，哪边不可以盖，我们知道这个地形。因为地形的部分，因为那边发生之后很多次的土石流，因为你盖在那边，我们知道说有没有危险性，而不是说你今天去鉴定，你能保证说这个盖下去，我的马路就会不会崩吗？没有人敢保证。当地人最了解。对，因为我们当地人，我们知道说整个地形了解的状况。是，目前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水源地，就是现在盖了一个100吨的水塔，然后解决后续这些供水的问题。现在目前是不是部落这边跟我们的地方已经达成协议，好要去找水源地来盖？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那个新建那个100吨那个蓄水池的部分，我们是昨天有初步的，就是说我们就是原则上就是同意让它盖，但是地方由我们来找。现在有副案吗？对，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水的东西大家每个人都需要用水，我们没有说去挡这个水。是的。我特别强调一点，我们没有去挡水。是。只是要找最适当的地点。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尊重整个当地的人，就是尊重原住民的。因为我们为什么搬出那个原住民基本法第21条？因为这个互相尊重跟共存的一种原则哈。好，所以现在就是可以由你们来找到适合的水源地来盖这个水塔，然后将来管线修复之后，大家都有水用。山上的人不管种作或做休闲农业也好，都开始有水，这开始有副案。不过你们内部有讨论，现在是原来的那个取水地吗？还是会要找别的地方？取水地原本的取水地，就是说这个100吨的蓄水池盖在哪里？对，要盖在哪里？由我们来跟县府来一起会看。谢谢部落的代表哈。问题我也请教我们原行处，我们原经课的课长也来到现场哈。当然这个问题其实存在也有十数年之久了，然后一直是地方农民用水之痛。那将来政府对它有长远的规划，这个水的问题症结点一定得解决。那目前现在乡亲提到了哈，如果将来这个水塔盖下去之后，是不是接下来的问题，尤其是在相关的它的整个管线沿线的用地维护啊，这些相关问题，是不是可以从今天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今天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最主要是我们刚刚影片有秀到了哈，有6个加压站。那这个六个加压站呢，因为在我们取水口的地方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蓄水容量，以至于它抽水的时候，一抽就抽干了，形成空转，形成马达的空转，造成这6个的马达就是经常的损坏那造成部落在管理，管委会在管理的部分成本感觉上是结构上的缺陷。所以王议员呢一直在反映建议还有潘议员在建议在反映那我们就现场勘查了之后，原来他的诉求是说要把管线由大换小一点换小，那抽水量就抽得比较小，是那不至于造成马达的中断。那我们现场勘查之后，我们评估，因为从取水口到上面的蓄水端，对，总共有3公里多，是总共有3公里多的，我们评估出来经费是很庞大，需要200-300万的经费。200-300万，只是改那些管线要200-300万。对，所以我们在勘查之后，我们在取水口的附近就是现有的蓄水池的部分，现有蓄水池只有20吨而已。是那我们说勘察的时候，我们只要把这个蓄水池加大，它的蓄水容量够，它的抽水就不至于说。所以你们改蓄水池，但是不改那么绵长的管线，这样经费可以成本经费可以节省很少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下来。感权工程也相对单纯。那请问今年花季马上就到了，现在可以派得上用场吗？加紧赶工。那我在这边必须要讲了我们蓄水池，因为我们昨天有召开的到那个
黑暗部落他们也召开一个部落会议，我也参加了哈。事实上，黑暗部落我这边必须要替他们澄清哦，他们是很乐意的将水资源胸怀都是开放的来分享哈，并没有报载的说他们去阻挡水的这个部分，我在这里我想我必须去做一个澄清。谢谢你，谢谢你的澄清。好，谢谢我们林科长。问题应该国强问，应该辅然中哈，你看水改革看到的一丝的曙光，接下来只是等着全体总动员，将把这个症结问题解决了，就可以运作了。不过你下已经系减为半日条咧吼，你着甲法令甲禁止法规，眼皮嗰个20礼拜就会过时咧。不过你对陆阳之前去到善堂啊，你甲业要较系走，可能袂时看原来嗡啊。电图会真紧法规的时节，你甲水可能会改革，不过你还唔懂，你还都付会差。让政府两方面又马该因应紧急的办法，针对今年的花季，包括水的民生用水或者是营业用水的相关的用水需求的解决，还有了解法规做得哪一下去吗？我想分几点来说明啦哈。第一个，假如是这个黑暗部落的水源问题能够解决的话，我们会请原民处呢积极来办理。最好用什么？只要是没有超过100万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用上网去招标，可以找议价，这个进度会缩短很多啦。太好了。第一个方案，第二一个呢，我想我也会和乡公所和我们60担山的这些乡亲，我们再进一步的协调。假如这个水应付来不及，我们是不是怎么样来配水？运水来供给他们，行政府来协助运水给农民。但是这个我必须声明的，这个配水、这个运水只是供给民生用水。你要做生意，你要洗车子那不行。我们要有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个水这个运上去要40-50分钟，是要非常长的时间。我想。是，但是现安用吼，安用应该请问副总，副然总讲咧吼，针对今年个法规有一个紧急个办法啦吼，因为善当你好农民台提就几豆腐，总改那个禁建法倒台又几豆加无，了需要用水台提清空有迄马改，就得利用那个机会讲出来吗？喺度咧下大家就一只，其实前几日咧，吼麦德姆推风采类个行喺度，大家就实春水，吼春水之后，韩国就大家上水用，韩国就吼，喺度大家就一只想法就係講，除了你嘅概念，你嘅節流，吼，都係人夫上吼，都係水資源個回收，像喺富康喺度就洗身洗衫洗手嘅水，幾下接起來吼，用膠阿媽打吼去沖。馬桶沖便所，所以講吼，你都係喺度愛概念要先節流盡量吼，本人客講呢兩下山當大家係欠水吼，人客來到雖然講係來了分享係來了4000嘅，唔講唔啲講，大家就提供本人客吼，個大家上水嘅。像你下嗰個20禮拜咧法規真是確實咧吧吼，你講你下總經這麼幾條會用水，喊卡倆山當咪就而都係做休閒農業，幾條又會用水，你下忽然仲要講，你做生意嘅水，你都冇負資咯，你財水昂貴，用解釋咯？你下都係講民生優先。那真緊冇法度，像去年嘛係有一件民俗吼，做到冇水，佢講伊幾項人客推脱，佢講你愛民生體質，過來人做生意，錢韓白就人個傳，吼，所以講大家就按樣共識吼，韓白吼，前天呢，你係先到免錢的問題先解決，先 Q 肉韓白人個 Q 好，原來喲，你涉及民生用水，當然你先解決水嘅需求係體重要，嗰塊方面現場吼，嗰個你討論伊都對那個用水需求，還有嘛個建議有講出來嗎？嗰搶下手，好，了解小吉，這位小姐，我覺得沒有水哦，是真的是很重要的。因為像我們工人採收的時候，他換洗那些水，你沒有水廁所，這個真的是一個最大問題。尤其那個蚊蟲也很多，然後會影響到我們工人每個人的健康影響。是哈。我希望說，我們假如說真的有機會可以做到水池那些，能夠不要被很多法令上綁手綁腳，真的沒有辦法做，真的是一個很辛苦的。這次麥德姆來有稍微幫你們灌一點水嗎？有一點，但是還是不大夠，因為工人用水，他每天也要洗澡，他採拔草的時候都要上廁所，也要用水。那你廁所沒有沖，真的蚊蟲很多，然後會影響整個都健康問題。那到花季，比如說還有到9月到10月中，那這段時間，所以說我們希望說，最好是說能夠有公部門上要做那個水池的時候，能夠不要說法律很多都綁得不能做、不能動。然後讓
事先要预警的那个蓄水起来的水都没办法让它流掉，很可惜。你说你自己家里的蓄水塔呀？对啊，真的。所以哈，所以说我觉得工人也是，他每天工作真的很辛苦，都要水。那真的这个是谢谢。家户的蓄水塔哈要做，然后呢，公用的简易自来水的设施是不是也有一个主源头可以让大家真的避免这个用无水之苦了哈？他就用亲朋友了解信上，你好。我县陈文勇，副县长、校长。两位王议员、潘议员是，我是有一点建议，有一点看法了。是，请说。因为那个95年签那个水管就是4英级，4英级它的出水量干旱的时候，我经常去给他勘察的时候，差不多53，差了有剩下3英级都进水量了。进水量我们没有全部都给它容到那个差不多20吨的水塔嘛。差不多可以进去的，差不多2英级嘛。2英级现在如果要做载100吨，100吨你给它抽的时候，它如果4英级是1个多小时有多一点啦，你也是要人去等去控制的。如果不要控制，那个马达一样会。那现在如果将来就要盖一个新的100吨的那个蓄水量变大，这样会不会？再变大也是可以。容纳1个多小时就抽完了啦，抽完进水，它没有蓄水长流。你的建议是说换英级半，它进水量2英级，就1寸半的小水管，慢慢的透水，慢慢蓄水长流。我们山上的需求是民生用水而已，不是要灌溉。如果灌溉是要4英级才有够量。英级半呢，蓄水长流，我们山上公家的水塔也是差不多有2-3千吨有啦，个人都还有嘛，您时常都给它补得满满了，我保证了，绝对够用了。够用，民生够用，我们的需求就这样而已。好，感谢应该对嘞。那俊元，我请问一下哈，你啊4Q 讲，你还有一把洞嘅水盾，你啊水库做下去咧哈，水管啊，大单一起都会过细，无还会讲，因为你还让政府讲，你新闻唔好赖到通过记到看样没办法走啊，控制在100万下。然后可以做就是把水库做起来，大概水线不是贵，你起都很安用吗？如果是要以长远来讲的话，然后我们维修的人员也轻松的话，如果是有100吨的水有做好的时候，如果后续如果还可以的话，有经费的话，也可以把那个管子把它缩小。那管理的人员呢也轻松，因为你缩小的话，那时间会拉得更长。刚刚有我们这村民讲的就是说，我们进水有2根8英级的，可是呢，它进水量不大，它进水干旱期的时候进水量只有2英级、3英级，然后呢，如果我们用抽的是用1英级半的水管抽的话，那就都足够让它抽了，抽一整天。马达如果是让它抽一整天，那马达比较不会坏。你如果让它抽停停的话，马达容易坏掉。我们的维修人员就是都一直在换那个马达，那我们的经费花1半以上也都在那个马达。是这样子。来，我们听听副院长做回应。这个谢谢你的意见我们会请这个设计的人员再把你们的这个意见呢纳进去考量啦。就是你实务上的这个经验我们也希望设计单位会考量这个问题。好。你呢，我先休困一下，我继续做咧，还有继续咧讨论，大概那个用水问题，做在用种种教育咧改革咯。香港咧，基本你咧度咧，那个昨天个报中2000，大家也知哦，你大部个法规处系全国大挑战最有名的哦，休困时节，你咧轻松记到的故事。
高转到村民台会界讨论现场，跳下个鼓上系咪真紧动含同人性也古同人。做得很较大变认真啦吼，就会按样因为了下跳过呢，都系有动到行人，都了大部咧亏欠生活，都按到60%，都日本数额都移到因对到了大部亏欠的哦，做咧安动烟，又咧安进财丰富嘅基础，老心机，了下人白真紧要做到冲冲救救，喊嘅意识动，做咧解决了下掩饰困到嘅。问题到危机哦，就了解缺水用水问题。问题应该先为强问，因你个往向总哦，向总其实跳下向总了边污染中，还是提供也公道，了解人白用水嘅问题做得真紧解决，了系算系好消息。然后因为了已经帮了安动烟的事情，了下法规也硬批为多咧吼。现在人嘅用水就系安有限吼，了下公共化又见来见到，呢条香港所用60%作为了解福利项最有名嘅公共地点之一。度了解公共方面嘅葡萄田收农民田收，因个民俗业者，香港所了偏有嘛个做法。在公所方面哈，我们绝对是在这个供水方面，我们绝对配合县政府的一个政策。基本现场也来到来判议然哦，议然你好哈，请问下，就讲你也度了普罗了片，还有提供基本来稀稀啦，经联络经沟通啦哈，你看多么简单，看到一线曙光，两方能够坐下来谈，好好有一个开花结果。不过，可能在执行的这个过程跟手段上，还是要议员不断的督促，包括县府也好，要继续做很多事情。多大家方面一起到你下做的填修嘛个部分。大家乡亲，大家好哈。县政府礼拜我就蔡副县长所带领的，跟我们傅昆萁县长带领的这个团队哈，对因农民动好了哈，了解开发。主系了解任内吼，99年我就建议，我就议会建议啊，所以伫100年开始啊，连3年吼，每年佢就变了900万啊，变呢咧了开发、绿化开发，将本因呢全台湾省的了解乡亲啊，来到因呢咧做得看到满片的这个山野的这个金针花吼，冻降了吼，但是维护了解品质吼，好简单啦，本来改下。早期一两10年前啊，可能因3-4千因、5-6千因热来政府就总日之后了开发、绿化吼，做咧讲人数暴增40万3一年哦，40万一年因讲这个人潮就是钱潮，你伫19万来讲还容纳得下这样的一个用水量这个民生需求。是，所以你然了3撮200吨嘅水塔，了系做一些呢。然议会了片当然，我就了预算会前会呢就沟通啦不过原住民就有样的需求嘛希望讲因为恁口中了了片做对后续的计划，我就来做承诺。我相信蔡副县长伫了你若变迁，我就议会来全力支持，没问题啦。全力支持，好。用我们先感谢你然好。大概。简易简单，此类水内同嘅经验系讲做得真紧，才经验有一只好嘅解决，当然系好。不过因为也上多，你实施有咧做好咧，人白为轻松供水运水，系咪又需要提供助先一个助机做得好好咧管理。善当就非常讲嘅，有咧有几百生意都改偏大大家都需要用到水。某份系黑暗部落的原住民朋友，他系讲善当从金江嘅农民，佢都会用水。人摆大家用水嘅时节，了解水浅，系咪大家要强下出？了解供水嘅内容，系咪大家要强下维护？了可能就系人摆会用嘅运作一个关键问题啦现在我也要请问一下，我们山上既然将来都有这个完整的水利设施、自来水道可以供水。那将来在维护上有没有想到一个谁来管理？那怎么管理？那管理时候会碰到哪些问题？有没有预期设想过要将来如何解决？山上的居民，他是在金针花季的时候会比较多人，包括原住民朋友，包括汉人，包括客家人都有。是。可他集中在金针花季的时候在山上。那散户的金针农他也有用到水。可是你在金针期期间的时候，他的水还没用完，那我们要跟他收费的时候，他会讲说我到结束的时候一起缴，可是你到金针花季结束的时候呢，他的人就下山了，就搬走了。对，也没有搬走了，就是搬到山下了，因为水费跟电费的比例平衡没有平衡嘛那因为。现在的部分，我们就是说，我们用户的居民他要负担责任，就是我们现在把水表装在我们的大水塔的部分落下的地方。那落下的地方的话，你只要出水多少就知道了。比如说我家，我只要大水塔那地方
落到我家那个大水的地方就会有表会跑，那有表会跑的话，那大概这个误差就会很低。然后过来呢，我们的巡视的部分呢，我们原本就有请一个了。那因为可能是还有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因为它时间长，那其他的部分呢，我们山上的居民我们会去做轮流。我有派，以前我们是用派指派的啊，就是用轮班的性质去巡我们的管路，看有没有产生什么问题。那其实以前我们部落的朋友，黑暗部落的朋友，他在旁边的管路的部分，他也有帮我们在做看管的动作了。是。只是因为我们讲的，因为风灾的问题比较多一点，那有的时候这个看管是只能看而已。那你天然的灾我们是没办法。是。那我们这个部分以后也会请原住民朋友再帮我们做协助。是。好，谢谢你。那我们黑暗部落的代表，这位先生你好哈。其实真的是原客，所有大家都是一家亲，然后大家都共同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想的也是共同大家的未来。那将来这个正常这个水供应了之后，也有农户也要使用，也有住在上面的民生用水要使用。将来大家怎么样共同来维护管理？这个我们也有一些意识共同，我们也可以参考，请教你的意见吗？这个部分哦，就是说在管理上哦，最大的缺失啊还是在管理上了。因为我在这样看整个六丹山的管委会的部分，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因为在管理上我看主委他在巡视上也是很困难，因为他常常收不到钱，也常常跑来跟我抱怨呐。哎呀，那这个收不到钱的原因，主要是会是产生在哪里？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每次在讲说，因为村民有的说你收我的钱，我又没有喝到这边的水，就是常常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我们不能有一些规章规范，就是共识，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那一种吗？这个就是他们努力的地方啊。哦，这样哈。那副会长，你啊问题哈，其实人白哈，真紧你啊你本意就宪法喊卡温馨吼，更重要做得更重喊卡好吼。你部分后面你也做点补充建议。其实吼，我感觉因为我老两边朋友大家拢同好吼，因为记得5年字，都系大家吼讲法吼，真紧讲法像7文水容啊，台湾因是大人因的独创啊吼，所以讲我就含摆出嚟讲法方面，韩国就交通的方面吼，大家学习吼，因为大家拢靠了计算吼来生活的吼，所以讲你下水改革咧，然后人政府嘛。新落安尼吼，袂让安尼的水库清出来，经费拢清出来，掠下吼，就所以讲掠卫生网掠安尼较电视台啦安尼牵线，所以讲吼，嘛卫生网大家吼3万大病的辛苦吼，所以讲不安尼633吼，袂热咧就好安样。好，感谢副总、副然总，对下安尼有管委会偏有公道吼，掠动物给咱做回挑水头啊，水头水啊，让政府也讲提供单位甲工厂怪收费啦哈，是冇看到都。袂坏强强，叫唔对啊！迄片人摆做任何个秀章，做啲痛地安尼甲管委会，还讲又下旧圈甲管理缝隙，大家强下维护啊！唔好俩真系出问题冇办法，你来回应。因为县政府在山上，在60担山里面做马路的、做道路的机会很少，有的话大概乡公所了。哦，我想假如有台电的，或者是只有台电做电挖电线杆这些嘛。以后，假如台电，我回去会和台电沟通，他到任何地方施工的时候，要知会给县政府，我们再转达给地方。大家共同来维护哈。好，非常感谢副然总。好，个快风现充，你下63人摆有建议吼，你下水的问题。交通的问题，眼皮法规都会来了，人家又时5万英尺，而家法规3张页就会又减20万3英，通通会送来吼。了路又按协调，下面提供也好，让政府也好，公所那边也好，大家用为来维护管理，做得本地旅游品质产业界啊品质很较好。下面乡亲朋友有问题会提出来，通常拢做回应。两个先生。像因为风采很多，错哦，大摆风采咧就会变嘛吼。罕有良善为的有较下摆所在。上山唔得吼，因为从2年的当然交通管制吼，做2片单线行驶啊吼，北起改片就路就喊啊弯，喊啊无行吼，所以讲我是希望讲第2片吼，看从以前按就单时双时下，再讲国家做真前都拢是第2片上下安尼吼，无管制啊吼，啊无甲就喊纯粹，过甲就会。差状袂较多啦。你下唔系拄系单向通差吗？系啊，单向通差。啊，毋过你啊，上今年你啊改变有
白气改变有坏体去的。哦，变体嘞，没办法嘞吼。所以讲，我希望吼，安尼人政府吼，安尼副院长吼，对让人关心一下吼。好，感谢你欣赏。好，还有些新朋友会讲到了路的问题么？咱卡了下了是善长个差，他天嘛个差，又嘛拄到嘛个危险，也系讲又一件表态嘞。好，了解欣赏。也个路的问题、交通的问题，青岛全版的位所，希望县政府过来补修一下，了去改进，就会顺向，就会做得通畅，就还唔会讲危险发生，样交通就会改善。村长，平常时了前面都法规引动都送去吼。嘿。甲时间时差也系讲错80咯。普通就他们时差上原因较多，当然呢。也个讲下个青岛，因为也个金金山呢，因为也个台湾省体育组也个风景最正的。上了摆凤菜长高天爱困了路又放起来的，又部分都探体学体解，又关键是尽力么啊？有，因为乡长呢也13万，凤菜一个，水池一看，来到尾讲唔得，水池因为建设可以的哈，也香港所有人员。13万一个，村长系有水做。好，非常感谢。村长系非常按肯定提奉，又做了大饼了维护啦。不过网易咱也会请问一下吼，其实了路送去吼，比起安尼有力的拆扩散，这路又是下太挑的啦，下好行的吼。旧年之下个18时做得送去，不过跳下乡亲又讲到了个问题啊，了路其实吼奇奇怪怪，是光年咧也是按用按摩拼起啦吼。了路方面个维修，讲说了偏还有个软政府了偏。你都会感动，你都会了解，係咪了解做得香港版錢，唔係大家按銷呢？差越來越多吼，你講路啊，一直可以下發掉嘅吼。你順便係散啦，尤其係挖個散有送桶吼，有很多多嘅嗰種土石流會發生啦吼。所以一動吼不如一進下好啦。你講走得雙向吼，雙向呢從這邊上，那邊北邊那邊下來的話吼。這是最好的方法。就說拜託我們縣政府還有我們鄉公所，因為那一天我冒着生命的危險，也是從北邊那邊下去，可是還有好幾處的土石流都沒有去處理了希望說颱風這是天災了我們有開口契約嘛按照開口契約可以及時處理如果說我們因為這一次只是南區很嚴重南區比較嚴重，可以拜託北區的怪手來幫我們整治，不要只有1-2台怪手而已，可以動用10幾台怪手一併趕快處理的話那我相信我們的交通會暢通，何況這一次我們縣長也命令下來，縣警局還有我們玉里分局的所有警員都要出動來維護我們遊客的行車的安全嘛非常感謝議員鄉長，其實你善導也要做勝利總經降感應啦，記得講記得要動用性會去維護該路會去拍草，會去做簡單用一些廢輪胎來堆積它旁邊的石圍牆，按做起來下溫圈啦不過記得有反映講做起來冇講說講你總唔得請才聽痛你係可能專業涉及專業問題還是怎麼的所以就是是不是公所跟地方在維護道路上不同調，還是說其實你們應該全來維護這個山上的道路、下山的道路更安全？目前因應花季從竹田上、竹田下，在5.5跟7.5這個部分這個會車的時候它的一個危險性我們必須要去顧慮到的。這個因為上車車子一上去的時候，它那邊又是一個彎。單向的話怎麼會車？對啊，所以說就是因為那邊那個地方5.5跟7.5，它坍得非常的一個嚴重，所以這個。就是說，我們也希望就是山上我們的農民們我們大家來配合，就是說，希望說有路樹倒塌的在我們養護的路段希望你們跟我們一起來，因為我們一起來，大家一起來努力，趕快把它清完。吳蘭總，那個關於道路的問題還是講搶修的部分，都鄉公所要負責啦。比如講你的災害非常嚴重，搶修沒有辦法解決，已經變善，那麼這個你就要報修復，修復呢，縣政府然後另外動縣政府的錢，這個錢可能要花比較多。但是剛才王議員講的一個概念，這個觀念非常重要啦。因為這種的山唔好緊快啦，你緊快那麼變得更加厲害。是講你下法規都眼皮虧死啦，你下的。現在還是能夠通啦。我們從單線啦，從這個地方從南線東竹這邊上，
从东里那边下。安全方面，可能警察局方面没有，我们警察局全力来配合了。所以，那现在他们谈的这个问题还是细节的问题啦，所以抢通的问题是乡公所要去办理。抢通了以后有比较大的问题，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要切这个奔山非常厉害，要做挡土墙或者要做这个什么设施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把修复开工商了，让政府负责的。好，还有县区朋友提出临时动议吗？来，那个小姐你好。副监长讲那个修复的时间，因为他们乡公所是负责抢修，那修复的时间是要往上报，那他们的那个时间是多长？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就像你一直讲，眼前来讲的话，就是很靠近我们的金针花季了。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要把时间缩短，他们的工程期缩短，才不会影响到观光客在上下的时候。比如说，因为他就观感会不好，就说这边摊得很厉害或什么，他会告诉他的朋友，那这样子观感就会比较不好。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这个时间像这种比较临时的，他们可以先方便，上面可以先方便让乡公所下去做的话，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就像你一直讲的，就是沟通如果协调，大家可以就是更和谐的把这个事情完成，那很有效率了哈。对，就希望有效率一点这样子。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大致这样子。好，谢谢你。好，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各位补充的吗？好，这位先生。因为我们山上其实不止水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林班地这边的问题。因为现在林务局非常强调在这里，因为现在山上很多建屋啊，林地的部分，现在他已经有风声出来了，说要在山上要拆屋还地。是。这个非常严重，因为如果63山如果是第一次被拆屋还地的话，那可能会造成骨牌效应。一间一间的拆掉，那非常严重了，对不对？因为整个全国性有那么多在林班地的这个房屋，为什么单独找这个63山的来拆呢？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县政府或是我们这个民意代表潘议员或是王议员，能多注意这一点。会受到影响的住户多吗？如果是山上在林班地建屋的话，起码有20-30户。都跟做几年了。不止包括。其实，像我们来已经有超过50几年了。是。那时候全部包括原住民没有上去，我们都上去了。是第一个在山上开采的，开花的时候，是我们一群87水灾云林来的，来这边开花。所以现在我们遇到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头痛问题，我也希望上面上级单位能给我们注重一下。好，谢谢这位先生。用水也有用水问题哈，然后这个租地的问题有好，我们要请议员来补充。这赤科山也要做解编啊，那现在他们也这个问题啊。我想让这件事情做一个段落之后，我要请我们的蔡副县长所领导的这个县府团队继续的先跟我们林区管理处先做一个沟通，你不要在这个时候然后放这样的一个声音，让我们农民心里惊惶不安。对，真的是这样是很不应该。我想全台湾省好不容易你在台湾省能够创立出一个观光旅游据点，能够40万人次到这个地方来的，你要好好的去协助他才对。我想我们这个部分我们要好好监督我们的这个行政部门。好，非常感谢。那个你提案动作哈，我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乡亲朋友，系吗？你好。乡长还有代表还有议员然后乡亲大家好那我代表黑暗部落大概先提几个问题然后刚刚他有提到一个尊重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很要求诉求的一部分那也希望说在这一次新建当中，其实黑暗部落它算是我们最后一块的一个园区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很珍惜这一块区域那也希望说在施建的过程当中能够回馈到我们这些黑暗部落一些族人因为我们也希望说，对我们来讲，在本质上有一些帮助到，然后也不是说因为就像他讲的，我把东西盖在你家前院，但是对我们的福利好像没有照顾得到。请问你觉得回馈是什么？如果说比如说是水费减半，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因为至少说可以让部落族人能够去认同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其实昨天的会议当中还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这也都是。我们还在积极再去沟通一部分。我们部落现在也有种金针，也有人在上面生活，大家也是一样要用水，对吗？其实，在黑暗部落当中用水的情况，其实我们都用山泉水。哦，对，然后因为在那个地方也有再去做一些
观光旅游啊，或者说一些导览的部分。家里又有要装水表吗？我们那边黑暗部落因为没有电，所以装水表。那这样过去管委会要去收钱吗？既然没有水表的话。没有用到啦哈，但是你是说，如果说我们释出的土地是希望将来大家可以互惠共荣、共存平等这样一个原则哈。好，谢谢。然后还有没有要补充意见的？好，非常感谢。你底下呢，我讲问题讲，你甲向总来做回应哈。向总，其实底下吼，60跳过呢有用水嘅问题，喊卡底下真正到咧公共法规了后吼，有交通嘅问题，喊卡跳下依然还有个村民朋友有讲到，要永续发展、永续生存的一个原则前提之下，还系希望那个土地做得真正使用改风的使用，可以真正可以进入解编，将来这个发挥可以更多元。这个部分，因为你要细细嘅散跳又按到个议题，两方面也做你进步应该结论到回应。有关这个林班地的问题哈，在这个部分哈，我们公所哈，绝对会愿意陪我们所有的农民哈，跟你们一起，我们来去请县政府那边，就是像我们花东，我们都知道都是山坡地保育区。那在去年呢，因为我们这个它的一个限定承租已经很多年了，都没有去解决。那在去年的时候呢，县政府那边也帮了我们的就是我们花东，尤其我们富里地区的这一些乡亲哈，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透过县政府，那林南呢去找立法委员。那我们当初呢，在12月底，他立法委员呢，我到立法院去，他找了相关单位来。那时候就告诉我说，在这个问题，行政院会在12月底，去年12月底就会颁布。那所以呢，在今年初的时候，这个山坡地的承租已经开放了。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农民大家就是花季结束之后，我公所愿意带着你们，我们到县政府，请蔡副县长来跟我们协助，请议员帮我们一起到中央去，把这个声音给中央，让立法委员来帮我们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感谢向总，本委副总，你的总结论。其实吼，我到了下党务至今吼，都会讲，新闻了他甲电视台啦，你解决了水的问题啦，去县县出来本大家底吼，韩国就了深度大家做得协调的讲的管道吼，韩国就了下发起来咧，吼，安尼入闸啦好，农民啦好，村民啦好，吼，安尼就像种水的水喷容的，水喷出来做个喷道，隔壁向进去，本去享受到讲，安尼60%吼，按当因来，安尼有了荣誉感。吼，就大家共存共荣，大家拢系俩宪法的人吼，所以讲，善党的入闸也好，出面也好，安尼咯，一家本分种好来做好来。那我到善党的入闸，但有事情我到提一则，让我到产销办的办长，吼，韩国就我到协会的理事长联络，然后讲经济方面吼有问题的部分，就让我到经济协会吼，善党来反映。所以我到为利用各个管道吼，韩国就我到向总吼，都带安尼状况。吼，手机大家拢有，随时机拢可以基本安尼来沟通吼，所以讲，俩都系安尼目前要做的问题吼，所以讲希望大家。好，非常感谢副总，也非常感谢安利夫人基本要得到现场，让你也结论到回应走出来。6013和赤科山是花莲2个重点的观光地区。台北市政府办这个花博的时候，花了100多亿，他是把别人种的花拿到台北去种，让你去看。花季过了以后3个月就没有了。我们是把我们农民种的花留起来，我们1年是编大概900万，实际上补助的经费，赤科山和流石蛋山大概有800多万，大概花了800多万流花作为观光的花，台北花博的花是。从别人的花买到台北去给你看一下，你好自然呢。所以我们这个自然，而且也照顾农民。农民留花做什么？我们补助你，你让人家看，你不要收成。这个产量减少以后，其他的竞争的这个价值会提高，不会说产量一多的时候哦，会竞争的结果。这个价钱就会压下去。你也心机真紧动吼，所以你用水问题要拜托哦，让政府那边多提修好吗？所以我想哦，非常感谢客家台啦吼，来关心我们农民哦，也替我们协助沟通很多的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感谢啦吼。谢谢大家，感谢副院长吼。
真紧系发电的雨伞雨水咧下全台湾通芳地哦。了63，出面台会咧到大家共下开会讨论，就希望南白啊，真紧了未来的发展做得冲冲救救。当然咧下有水咧，南白呢大家好好咧维护，了交通的问题也做得天天咧跳过了团结合作咧解决，汉北南白了偏改善当个土地下面做得重要哩个查考山，跳过也去讨论安样，又是改变改革方式，了出面台会还系为持续咧。让大家强下关系，基本分享感谢大家收看，你再会。